上新上拍拢伫遮，上经典的嘛伫遮，上拍创作乐团，啊是讲吼，组一个乐团啊，你爱有啥物条件？爱对家己的物件做有自信。其实我中意郑浩讲的啊，爱做自信，爱家己的物件，爱找到迄个对的人。但是找女朋友感觉。小 B 引导就好呀。哦，伊是台南的田调啊。哎呦，私底下常常咧相出去耍，感情袂歹。听你唱歌，是你予阮一个人，袂记人生的苦涩。你们请准时收看。上拍台湾歌。